入住率最高一個小區啊！小區有樓巴返香港，小區有個300米嘅湖景，仲有會所，仲有泳池，仲有小學，仲有中學，哇！喺呢度住喺呢度就係港澳有時嘅後花園，度假自住、旅遊、退休最好嘅生活嘅環境啦！嗱，300米嘅湖景咁靚嘅小區，想唔想了解？想唔想擁有啊？3萬蚊首期係順手嘅，唔使分期啊，直接可以做業主睇樓。朋友，你睇下啲湖景啱唔啱你嘅 feel？ 哇，300米嘅湖景就喺家門前啦嗱，3萬蚊首期，3000蚊月供，而且梳化、窗簾啊、電視啊，所有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喎，餐台都送埋俾你啊，2梯4戶嘅設計，仲有呢所見到嘅廚房啊都係交樓標準啦，所見即所得啦，你只需要乜嘢啊？買個口中牙刷咯，買條毛巾咧就可以拎包入住啊！呢間房間都贈送噶啦，哇！仲有呢間房咧，可以俾我哋長輩，亦都可以俾我哋小朋友啊，可以望到成個湖景噶啦。咁當然啦，主人房當然都標配到個獨立衞生間啦嗱。小區仲有樓巴直接翻香港喎，3萬蚊首期，3000蚊月供啊，總價幾廿萬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套精裝修3房啦，而且喺呢度。係名正言順啦，港澳後花園啦，入住率最高嘅小區，坦洲中心嘅位置啊嗱，衣食住行都喺家門前啊，又可以享受坦洲嘅配套，又可以享受珠海嘅配套，咁靚咁筍，去邊度揾啊？歡迎你過嚟睇樓。